山頂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公民黨嘅陳淑莊。今年係我第一次參加區議會選舉，服務社會係我由細到大嘅理想。記得細個嘅時候，公公最中意睇新聞，我會陪住佢睇，佢就趁廣告嘅時候解釋俾我聽。公公走咗之後，就由我負責向婆婆解釋新聞。不知不覺之間，時事就變成咗我生活嘅一部分。1989年，我唔理媽媽嘅反對，冒住8號風球去到維園，參加咗我人生第一個遊行。回歸之後，我喺03年再次上街，維園再一次成為我嘅起點。我係從嗰一年開始演出政治喜劇《東宮西宮》，冇諗過喺劇場度結識咗余若薇，繼而加入咗公民黨。記得創黨嗰一日，我喺所有黨員面前話，我會努力建設一個有希望嘅社會，留俾香港嘅下一代。請你俾個機會我，投我一票，我係陳淑莊。